本校由旅港開平商會創辦，商會前身為香港開平商務公所，創立於1911年，以溝通僑情、協助工商、共謀福利為宗旨。1939年正式命名為旅港開平商會。60年代初，隨住僑港同鄉日漸眾多，學童人數不斷上升。首任校監司徒憲先生與當屆商會主席陳廣就先生等人組成建校委員會，積極籌募經費。1964年，政府撥地於深水埗荔枝角道7、8號興建校舍。奠基儀式上，商會樹立石碑，開百年之基，平五育之勞，象徵辦學初心。翌年9月，學校正式啟用，命名為旅港開平商會學校。60年光輝歲月，走過風雨，迎向晨曦。喺呢段歷史裏邊中，歷任校監、校長先承啟後，包括鄭伯耆校長春風化雨、育德育才嘅精神，詹漢明校長有教無類嘅教育理念，默默耕耘30餘載，孕育咗無數嘅學生。我都算係呢間學校開辦比較早期畢業嘅學生。嗰陣時咧，呢度真係對住一個新嘅屋苑，我叫做就係長沙灣村啦。咁我哋就喺嗰度住，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幸運，就可以入到呢間學校度。咁嗰陣時同而家嘅比較咧，真係好大。嗰陣時個校舍咧係得個5、6層樓嘅啫，得一單棟嘅啫。咁嚟講就一個操場咁樣。咗嚟做校友會，我諗都10年咁上下啦。我翻嚟睇睇學校已經全變到唔同晒，校舍又大咗啦，啲課室啊又多咗。2006年，學校成立首屆法團校董會，開啟校政民主新里程。歷任校監與校董會成員攜手推動校政發展，至今已踏入第10屆。校董會一直以嚟非常支持學校嘅一切活動，無論係課程改革、設施升級等，皆積極參與並給予寶貴嘅建議。佢哋定期與校方溝通，審視校務發展方向，確保學校喺穩健基礎上面持續進步。校董會嘅支持不僅體現喺政策層面，更落實於行動之中。佢哋親身參與活動，包括畢業典禮同埋運動會等，與師生建立深厚情誼，成為學校發展嘅重要後盾。喺教學設施方面，學校不斷革新。近年嚟，學校更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推動多項嶄新設施落成，包括優化校園電視台以及中央廣播系統，讓學生透過媒體製作與資訊傳播，培養表達能力同埋團隊合作精神。智能卡考勤系統則提升校園管理效率。電子白板與平板電腦嘅全面引入，促進互動教學與個人化學習，讓學生喺科技輔助之下更主動參與課堂。2019年 STEM 及電腦綜合活動室正式啟用，配備編程設備及多媒體工具，為學生提供探索科技與創新思維嘅空間。學校定期舉辦 STEM 活動同埋校外比賽，激發學生嘅科學素養與解難能力。此外，商會亦都撥款160萬元購入校巴，便利學生接送，尤其照顧居住偏遠地區嘅家庭，減輕家長嘅負擔。咁啊，因為有咗我哋嘅校巴啦，自己校巴啦，所以我哋嘅運動員啦，或者係我哋啲表演嘅同學啊，如果要出去比賽或者練習嘅時候咧，亦都更加能夠得心應手啦。我哋咧做到咧，想出發就出發。為進一步提升教學效能，學校積極推行小班教學，讓教師能更有效照顧學生嘅個別差異，促進課堂互動與學習動機。小班制有助於建立更緊密嘅師生關係，提升學習質素同埋課堂參與度。而喺疫情期間，
學校迅速應變，全面推行網上教學，確保學習不中斷。教師靈活運用視像平台、互動教材以及網上評估工具，維持教學質素，同時加強家校溝通，協助家長掌握子女學習情況，共同支援學生在家學習嘅需要。電子教學嘅推動，體現學校以學生為本嘅教育理念，不僅提升學習效能，更讓學生喺多變環境之中保持穩定成長，為未來奠定堅實嘅基礎。近年內，學校亦都積極參與教育局嘅校本支援計劃，與專業顧問同埋教學團隊合作，推動課程革新與教學策略優化，透過課程檢討、教材設計同埋學習評估嘅持續改進，確保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緊貼時代發展同埋學生需要。喺德育方面，課程強調品格培養與社會責任，透過生活教育、服務學習以及角色扮演活動，讓學生喺實踐中建立正向價值觀與同理心。國民教育則融入歷史文化、社會時事與公民意識，培養學生對國家與社會嘅認識同埋關懷。課外活動方面，近年嚟推動多元興趣班以及體育發展，戶外學習、跨境交流，皆展現學生嘅多元才能與世界視野。家長教師會自千禧年創立至今，已踏入第25年，一直係學校嘅重要合作夥伴。校友會則於2005年成立，今年亦都迎嚟第20個年頭。兩個團體多年嚟積極參與校務、合辦活動、籌募基金，凝聚社群力量。2025年鑽禧遠足籌款活動更籌得28萬元，支持學校未來嘅發展。我以前咧就冇家教會嘅，頑皮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咧，咁老師就直接可能會 contact 我哋父母啦，就講啦，就唔同而家佢哋讀多咗個家教會，咁我諗變咗咧就家長同學校老師佢哋嘅溝通咧就緊密咗嘅。咁嚟講，我諗呢個都係好事嚟嘅，起碼可以了解到啲學生日常喺學校佢哋嘅情況咁樣，咁嚟講密切啲。咁喺家校合作嗰方面啦，咁其實咧我哋家長會同校方咧都成日有密切嘅聯繫嘅，因為咧我哋做咗好多活動啦，最主要目的咧得一個嘅啫，就係希望我哋嘅學生同家長咧多啲機會一齊去做一啲佢哋平時唔會做嘅嘢，咁所以咧我哋會有好多活動咧都能夠令到佢哋咧可以一齊參與，一齊去完成。此外，學校與多個社會機構建立夥伴關係，提供社工及學習支援，推動優質教育。今年9月，學校正式踏入鑽禧之年，全體師生與商會同仁同賀盛典。呢個不僅係回顧歷程，更係展望未來嘅起點。喺呢一段歷程中，有唔少教育工作者默默耕耘，貢獻良多。由周錦峰校長接任，延續辦學精神，帶領學校邁向新嘅一章。今日我有幸接過呢份新課，詹校長嘅理念深深咁啟發咗我，以學生為本，家長為念，心志為根。60年係一個里程碑，更係一個新起點。讓我哋攜手並肩，繼續書寫屬於旅港開平商會學校嘅光輝。